目前全台湾45例境外移植的天狗热病例，台南有7例。不过13号疾病管制署公布，国内第一件本土天狗热案例是住伫林德的40外岁女性。消息一出，成为南关山议员吴玉环伫中日巡相当关心感染调查现况。对此，市府表示，一定是高规格面对，密切追踪。到现在，我们全台湾有45例的登革热的案例。那其中呢，我们台南市是有7例境外移入了，我们都没有让它扩散。那在今年的大概是上个礼拜6月11号刚好有一位民众，那因为发烧那酸痛这个不舒服，那在成大医院他是确诊的是登革热，那我们就要去查一下他的这个旅游史。那这一位民众呢，因为我们仔细查了，他2个礼拜内是没有没有国外的旅游史，尤其是东南亚的旅游史的。经过 CDC 疾管署跟台南市政府卫生局的判定，它是属于本土。那本土的来源，它可能就是被本土的蚊虫被蚊子叮咬。那被蚊子叮咬，那是谁传给他的？这个其实我们现在要做的最重要的方式是赶快去做清消。那周边的社区还有周边的人来做检测，那希望不要再发生这个蔓延的现象。那尤其我们要因为最近梅雨季节开始，所以说下大雨，很多雨就有积水容器，会导致这个病媒蚊会继续滋生，这点是对于防治登革热非常不利的状况。面对台南林德出现今年全国第一例本土天狗热，议员除了呼吁住户配合清除助生员，也要求市府执行消毒加稽查时，一定要好好甲民众沟通，唔通伤过强硬。稽查的话，我们是建议说，跟民众的互动，请采取良性一点的，不要说那个比较强硬的态度啦。这样子有时候民众唔知头唔知尾会容易发生冲突啦。当然今天他们进来的时候，我也是都让他们进来，那的确也是没有什么我服处这边没有什么缺失的不过他就说仁德地区因为有案例，所以这个是例行公事。那也在这边也是。赞赏他们他们这么辛苦啦。那个有时候因为午后雷阵雨居多唔好讲落雨了，甚至落雨中就是去人稽查啦。落雨的期间一定有注意嘛。应该是说譬如说有检查到积水的部分，那我们是不是就给他限期1天或者是半天的时间可以去清清然后再来做一个，如果没有改善，我们再来做这个开罚的动作。面对天狗热首例，市府除了配合疾病管制署进一步调查感染源，为了防止疫情扩散，已经成立区级的指挥中心，加强个案就招的助生员清除加防治工作。记者阮志林根台南报道。